来看伫高雄，今仔有一场高中生的太阳能水陆车的比赛哦，拢是学生囡仔家己设计，看上的车会当走了较紧。比赛过程是真趣味，咱做伙来看卖。这台亲像是遥控车，为几道落水豆豆行，学生拢围伫边啊，看啥人的车走上紧。这车毋是靠电池遥控，是太阳能水陆车，拢是由高中生亲手设计甲制作。比赛上大的困难就是这台太阳能车要为陆地转换到水道，学生要考量到日头、风的速度、车体配重的因素，完成22公尺的轨道甲水道，采用3节2线，上紧到终点的队伍就赢。太阳能板要接那个线路，然后有分正极跟负极，然后还要焊接，就是有比较学到这个。它要下水嘛，然后漏水它整个就会沉船，然后它的重心不稳也会让它沉船，所以要一直修改。水陆车的动力干那靠太阳能，指导老师表示讲，水陆车爱走较紧，上主要就是日头，佮有电路要安怎配。另外，车体结构、轮仔甲外观嘛爱考虑到阻力。透过学生当初做过程，考验因的反应甲解决问题能力。电路有无？伊咧接的时阵，你若讲接无好，伊也是讲日头无够大，迄太阳能的功率无够大的时阵，伊无法度行。所以你看伊起步的时阵，有时车袂叮当。车的平面吼，较贴平安尼，阮就无做外壳，阮甲别人无啥共。今年拢总32队64位学生参赛。中山工商的老师表示讲，最近高雄日头真美，今年水陆车比赛成绩真有可能会破纪录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